早晨，大家好，歡迎嚟到貓咪看世界。聽之前記住撳訂閱鐘仔同埋俾個 like 支持我哋。如果有咩題目想聽就留言俾我哋啦，多謝大家支持。大家好，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貓奴。今日呢係玩火系列，呢個話題呢，今日係諗咗好耐，講唔講好？但係喺英國本土嘅新聞，無論係新聞啦，同埋社交嘅論壇入邊啊，嗰啲社交媒體入邊，都係非常之討論係好熱烈嘅。咁而我見到呢，喺我哋香港人嘅社區入邊討論唔係冇，但係比較少，同埋都好想講呢個話題。但係呢個話題一講呢，輕則嘅話，當然有可能乜事都冇啦。但係如果一有影響的話，輕則有可能我今次呢個成個 channel 即係新起嘅 channel，成個會冇晒。重則嘅話，我相信有機會真係有人身嘅安全，或者有可能你哋未聽之前呢，有可能會覺得喂，有冇咁誇張啊？咁喺你哋聽完之後，如果都覺得我一開頭講嘅嘢係真係一個事實嘅話呢，真係有咁誇張的話呢，係真係玩緊火嘅話呢，咁大家都可以俾個 like 我呢個短片，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咁喺講之前，再要重申一次啊，我好少會介紹翻我上一條片嘅嘢嘅，但係今次我真係忍唔住要介紹啦，因為呢，如果大家聽嘅聽眾啊，係在英嘅香港人，而持有 BNO Visa 嘅人士，咁呢樣嘢係絕對關你事，因為都係講緊嗰個聯署嘅問題，同埋如果未聽我上一集嘅，麻煩真可以聽一聽，又或者你去 share 翻俾一啲朋友，因為個聯署真係對我哋嚟講係非常之重要，係反映民意嘅地方。就算你唔 share 我條片唔緊要，share 翻嗰條 link 俾身邊嘅朋友，咁等佢哋可以聯署，等個數字可以多翻少少，唔該晒啊！咁今次呢，講呢個事件係都喺英國本土啦，同埋而家講緊喺英國本土，無論係有可能你話 Facebook 啊，各個嘅社交媒體啊，又或者喺新聞上邊，其實都討論非常熱烈。而喺香港人社區呢，唔係話冇討論嘅，但係會比較少啲啲。咁所以我就專登都想講，同埋喺講之前真係好掙扎緊講唔講呢個話題，因為呢個話題我係想講好耐，但係係真係有一定嘅危險性，我一定會解釋點解會有危險嘅。嗱，成條片我哋都係會分幾部分嘅。第一樣嘢我係會好快咁講解翻成件事嘅背景先。第二樣嘢我會講解翻點解呢樣嘢雖然啱啱發生，但我又話好想講好耐咁矛盾呢。中間我會解釋埋嘅。第三咁當然就係我嘅個人見解啦。咁第一樣嘢就係講翻成件事嘅背景，就係最新嘅音樂節，講係 Glastonbury 入邊演一個音樂節啦。咁就係一啲 hip hop 嘅團隊，咁一個歌手呢，就講咗一啲反，即係一啲某一啲口號啦，對住當場幾萬人，同埋當時呢一個音樂會係 BBC 係有做直播嘅。咁當中包括一啲咩嘅言論呢？就係 Death to the IDF。咁當然都有一齊嗌一啲口號啦，就係有可能一啲 Free 巴勒斯坦啦。咁一啲好強烈嘅政治立場。一般如果無論住唔住喺英國，呢個都唔受影響啊。總之有睇新聞嘅人就知道，其實英國喺過往好多時呢啲遊行又好咩，總之遊行嘅事件入邊又好咩場合都好啦。其實講呢啲嘢呢，講一啲係講緊有政治立場嘅嘢呢，其實從來都冇問題嘅。即係講緊有可能好似 Free 巴勒斯坦呢啲係冇問題嘅，甚至乎我或者咁講啊，你如果喺一啲公眾場合講某一啲立場係冇問題嘅，係 Free 巴勒斯坦冇問題啊。點解我會咁講？我陣間又會講埋。而第二樣嘢，點解呢一件事無啦啦，唔好話無啦啦啦，即係喺呢個市場上邊點解會咁激烈呢？其實喺而家英國嘅當地嘅社區，無論喺一啲社交媒體又好，報章又好，其實個反彈係非常之大。第一樣嘢，因為佢嘅言論都其實好直接，同埋好有一個煽動嘅味道。因為你要諗下，如果而家其實住喺呢一度，無論我當合法又好非法都好嘅伊斯蘭教嘅人士係非常之多嘅。究竟有冇人會聽完你講一個歌手講呢一句説話，而真係有行動呢？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問題嚟嘅。而第二樣嘢，咁我都要講啦，以色列人喺英國都真係會住啊嘛。咁你會唔會因為你呢啲言論而真係會影響咗佢嘅人身安全？咁當然呢個係最簡單嘅分析啊嘛，係咪？而
而我想講嘅事唔係咁，唔單止係咁，當然頭先想講嘅嘢一定係咁啦。而我點解話呢一樣嘢我係想講好耐，但我諗咗講唔講，就因為首先第一樣嘢，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呢，而家當然啦，英國政府係有去揾 BBC 要去檢討翻成件事，即係點解成個安排啊，各方面嘅嘢啊，咁 BBC 都有講明啊，好遺憾啊，我哋冇中止到個節目啦，又唔知點樣啦，即係我哋唔應該播出呢啲資訊嘅。但係最緊要嗰個 point 就係，究竟呢個歌手有冇俾人拉先？嗱，而家我錄音嘅時候，佢係未俾人拉嘅，我講明。咁好啦，一定有觀眾會諗呢個問題。喂，言論自由喎，乜嘢叫言論自由先？點解我會即係點解貓奴你會覺得佢應該要俾人拉先？首先，我絕對係尊重言論自由嘅，無論係邊一面。同埋，如果你哋有聽我過往嘅短片，我其實都想偏去好中立嘅去分析每一件事。今次我都係，我並冇因為覺得以色列啱，究竟伊朗錯，咁所以呢，我就覺得佢一定要俾人拉啦。定係我會覺得伊朗係啱，以色列錯，咁我就好支持佢言論啦。都唔係，佢嘅言論究竟需唔需要拉？而我係會睇另外一單新聞。而另外一單新聞，同時之間點解呢個歌手今次嘅言論係會咁大反彈呢？好直接都係另外一單新聞嚟，就係講緊如果大家冇印象錯嘅話，即或者大家真係有留意開呢一啲新聞嘅話呢，就會留意翻上一次呢。其實近應該係1年前嘅啫，就係講緊呢個英國反非法移民嘅示威。中間發生咗一件事，就係有一個女性本土嘅一個居民啦，而佢係上網，即係講緊佢並唔係我而家就去 BBC 又好，係一個音樂會又好，或者係一個好名人當住幾萬人面前講都好，佢係一個社交嘅媒體啦，咁即係話係 Twitter 啦，咁而家就係 X 啦，佢係發表咗某一啲言論，而係上網留言有講明就俾人拉咗啦。係當時係有拉到佢嘅，我想講。咁而佢發表嗰啲言論呢，大致上嗱，佢係講緊即係話，首先咧，佢覺得咧，呢個非法移民咧係應該要大規模去驅逐啦。咁同埋咧就應該咧，佢話佢個言論入邊包括係燒一啲非法移民嘅旅館。咁當時咧，警察拉佢係涉嫌引起呢一個群體嘅仇視同埋騷動。咁當然啦，佢都有講到明，我呢啲言論呢，其實呢，你哋就係誤傳嘅啫。咁同埋即係佢都嗰陣時係有表達過，我唔係咁嘅意思喎。好啦，佢最後純粹上網留呢一個言，其實佢係最後係咩結果呢？就係判咗31個月嘅監禁。而呢一件事講翻今日啦。點解而家個言論係會有咁激烈嘅討論？就係究竟而家英國政府嗰把尺可唔可以擺到係一模一樣呢？而家個感覺俾人就係，如果有人行出嚟係支援巴勒斯坦又好，支援伊朗又好，總之佢係鬧以色列嘅，佢甚至乎佢嘅言論嗱，如果我哋就咁對比啊，因為首先第一樣嘢，佢嗌嗰啲口號其實係你可以諗得到，其實係好似就係叫一啲人，又或者你煽動某一啲人去殺死以色列嘅國防軍，又或者係以色列嘅人士。咁呢個係由佢嘅言論直接諗到嘅。而我哋有睇翻當時。如果反移民嗰個女仔嘅言論，佢係話大規模驅逐，當然你話喂，佢話係燒旅館喎，可唔可以燒死人？嗱，如果我哋直接去分析佢嘅字，佢並冇話喂，你殺晒啲咩非法移民，冇喎。當然你話喂，燒旅館咪即係燒死人，你可以咁樣去再轉達諗，但係我哋唔好猜測每一個人個背後係點諗先，我哋而家淨係純粹去諗。佢講嘅嘢而俾到乜嘢意思？其實當時如果英國政府要拉呢個女仔嘅話，我唔
首先第一樣嘢，你係咪應該要即刻拉呢個歌手？冇喎。究竟發生乜嘢事？呢個社會點解個感覺你俾人個感覺係會咁包庇某一方嘅呢？當然啦，我唔係話嗱，首先呢，因為呢個要戴無限個頭盔。首先我要再三強調，我並唔係支持某一方嘅，只不過呢個係對事件嘅分析啦。第二樣嘢，因為我都好擔心，有可能各位聽眾會覺得，喂，咁如果你點解好似喂呢條片踩英國政府踩得咁盡啊？好簡單嘅啫，我唔會淨係踩嘅，一定有地方會讚嘅，但係只不過喺呢一個方向係讚唔落啫。你話當然英國梗係有佢好嘅地方啦，但係唔好嘅我哋都應該要講，同埋俾各大嘅聽眾要知道呢個事實嘅真相，同埋點解我要冒險都要講呢樣嘢。我就想講埋第三件事，呢一樣嘢呢，有可能會比較少人知嘅，同埋都唔係有可能係一啲大型嘅新聞啊，或者大型嘅報導。但係點解我要講呢？因為我都想，因為大家都係香港人，我一定要提醒翻，其實接觸呢啲話題係非常之危險。點解我話我呢個係玩火？我講完之後有可能會有一個人身嘅安全。好，我接下嚟我就會繼續講埋落去。但係我而家就係講翻點解而家英國政府，我要首先第一樣嘢講嘅就係點解把尺唔準？你應該同一把尺嘅話，就首先第一樣嘢拉咗個歌手先，呢個係唔需要諗啦。第二樣嘢，應該如果當日你可以告得到嗰個女士可以咁樣去坐監的話，純粹係上網一個留言嘅話，咁當然你話佢之後搜證又好，各方面嘅又好，我相信係非常之方便，因為而家直播已經出咗，幾萬人喺現場聽咗，無數人喺轉播又好，喺 YouTube 又好，喺各大總之睇到佢嘅短片都好，都睇到呢啲言論。究竟個證據係咪咁不足以令到政府拉唔到人呢？咁呢個係完全值得思考嘅地方。好，成件事暫時呢度我做一個暫停先。點解我成日都講話呢一個係涉及到人身安全呢？咁接下來我講嘅嘢呢，又係講緊。其實當然你話係咪直接關事？我唔可以話係同頭先我講嘅嘢係直接有關係，但係不如大家又係都係嗰句啦，又要反思下，啦。點解好似有啲關聯性咁呢？同埋點解好似有啲言論永遠都偏埋邊？首先，我呢一樣嘢我想輕輕帶過先，因為呢第一樣嘢我想講嘅就係。如果之前有好多 YouTuber 有講到，同埋呢件事因為已經去到講出嚟，或者我再做資料搜集呢，係都唔夠，有可能之前講嘅人做嘅比較，因為佢哋已經做好仔細啦。咁我都會建議，有可能如果大家仲未知呢件事究竟發生咩事嘅話，可以去睇，即係幫人哋賣廣告啦。咁好彩呢個台唔多人聽啦，咁但我都會照直講啦。就係如果真係假設大家唔知嘅，當然你可以留言俾我。我會有可能拍一條片啦，又或者你覺得唔等啦，我想直接知嘅，就可以睇其他 YouTuber 啦。就係講緊呢個保護兒童嘅兒童性侵案件，而當中其實喺過往10幾廿年不停發生緊呢啲事喺英國本土，而你都感覺得到。當然而家因為件事仲未去到水落石出嘅時候啊嘛，咁我哋冇一個證據啊嘛，咁但係你可以感覺到，無論由下警察、中間 council，甚至乎去到最上首相，都好似為咗呢一件事要去包庇某一個種族嘅人士。好啦，去到呢個位置，首先我會做呢條片嘅中期嘅一個結論先，就係首先英國政府係對感覺上對呢兩樣嘢，即係無論係一個本土嘅女士去發表一啲言論之後就拉咗坐監。而家呢個歌手暫時因為其實而家係好多人都知呢件事，完全係直播咁樣播出街，可以冇拉到。因為應該如果係同一個尺度嘅話，拉咗啦嘛。咁當然你話佢最後使唔使坐監，咁呢個要交俾法庭去睇，同埋講緊證據係點樣。咁呢啲係之後嘅事。但係拉呢一個係我諗係最低消費㗎嘛。如果成把尺係同一樣嘢，而點解我要做一個中期咁嘅結論呢？就因為首先
都想加多一個戴頭盔嘅位置，就係我係對任何嘅宗教、任何嘅種族人士都係非常之尊重嘅。咁而我接下來講嘅嘢呢，就係更加又要戴多個頭盔，就係話點解我會話呢一條片係會牽涉埋呢個人身嘅安全有冇好，甚至乎呢個台會唔會執笠嘅問題呢？就因為第一樣嘢，其實如果我哋睇翻過往呢幾年係有都可以咁講啦。如果你話出名又好，唔出名又好嘅人士，其實都係會因應佢哋講完嘅嘢，其實係會有一個直接好大影響嘅。咁首先，我第一樣嘢我會講翻喺2021年至到22年嘅時間，咁喺英國嘅布里斯托大學入邊有一個人權法嘅教授，佢就叫 Stephen 啦。咁佢喺堂上邊呢，其實同一批嘅學生咁係討論一個叫查理赫布多事件。咁咧，其實當中咧咁會引起唔同嘅討論啦，當然。但係佢就俾某一部分嘅學生投訴，其實佢呢一個就討論咧係侮辱咗一個伊斯蘭教嘅，或者侮辱一啲伊斯蘭嘅人士啦。咁當然佢因為有人投訴佢啊嘛，其實校方係會有立即對佢作出一個調查嘅。咁而調查之後，其實佢係最終係無罪釋放嘅。咁但係喺呢一個情況下，呢個教授嘅課程係會立即被撤回啦。佢喺網上邊受到辱罵留言啦，甚至乎對佢有一個人身嘅威脅。佢喺一段時間係需要離開佢自己住嘅屋企，同埋佢需要即係當然我唔知佢喺法律上有冇改名啦，但係用一個化名，即係用咗另一個名去出街或者去做任何嘢，而確保佢自己人身安全。咁呢個就喺21至22年時間發生。咁我哋再講近期少少，去到2025年，曾經有一個喺伯明翰住嘅一個男士啦。咁其實佢就喺社交媒體嗰度係 post 咗某一啲嘅言論啦。咁當然佢都有 post 到，其實佢自己屋企啊，或者佢受到有某一啲咩影響嘅。咁當然佢係 post 咗啲咩言論，其實呢，你話佢係好嚴重又得，你話佢好唔嚴重又得。其實佢個言論就係一個反伊斯蘭教嘅言論，佢只不過係例如指出咗伊斯蘭教唔係一個和平嘅宗教。咁其實呢，係立即去受到佢當然嗰個宗教嘅報復啦。包括係乜嘢呢？其實佢部車係俾人放咗火啦。咁佢嘅住所，即係佢嘅屋企啦，附近係有嚴重嘅破壞啦。而呢個男人呢，咁都係因為諗下出街嗰部車俾人燒咗，屋企又俾人打爆埋啦。咁其實佢係非常之擔心自己人身安全。咁佢就係最後呢，暫時以我哋嘅消息得知，只不過佢就係隱藏咗佢行蹤啦，就冇再喺嗰個屋企入邊去到生活啦。咁呢個都係喺 Twitter 入邊，佢係一個發布嘅消息嚟嘅。咁而去到我做資料搜集最更新嘅，只可以講嘅就係嗱，首先第一樣嘢，當然啦，就係冇拉到有可能放火燒車啊，定係打爆佢屋企嘅人，咁當然冇拉到啦。咁而警察都係有針對佢嘅言論，其實就去睇下。相反嘅就係需唔需要拉呢一個人，因為其實佢嘅言論係有機會去牽涉咩犯罪，宗教仇恨嘅犯罪，係啦。咁所以呢，無論喺佢嘅唔係一個正統，即係話我當係某一啲組織對佢嘅人身安全又好，甚至乎正規嘅政府對佢究竟佢呢個係咪犯罪，其實都係有絕對嘅威脅嘅。好啦，講到呢個位置，我諗大家都會好明白點解我頭先不停咁講，就係話首先今日係玩火嘅，係危險嘅，因為過往喺近呢幾年，無論係一個大學教授又好，一個普通平民百姓都好，你係發表咗呢啲言論嘅話，其實係都會有一定影響個人身安全嘅後果嘅。成件事其實完晒㗎啦，咁而家應該可以去到個人分析係嘅時候啦，咁但係都係又要再做最後一次嘅戴頭盔啦。我首先係對任何嘅宗教、對任何嘅種族都係非常之尊重嘅，並冇偏袒任何一方。但係我要重申一次嘅就係，大家覺唔覺得成個套路係非常非常之熟悉呢？係咪好有感覺呢？因為而家呢個感覺就係好似就係英國政府當然一邊就同你講言論自由，
我哋咧呢個國家係擁有言論自由嘅。第二樣嘢就係言論自由又唔一定係包容你犯法嘅言論喎，係咪又係好有感覺呢？呢一番説話，即係如果嗰個人犯法，即係話我講緊就係當日去反呢個非法移民示威嘅時候，佢發表嘅言論，因為佢有煽動啊嘛，因為佢犯法啊嘛，咁佢咪要拉咯？嗱，你聽落去，如果我純粹係一個中立嘅人士又好，我或者我係任何一個人士都好，其實聽落去係好合理嘅，犯法咪拉咯。但係個問題就係，好，如果當日你呢把尺，我當就係擺咗落去言論自由同埋究竟有冇犯法嘅話，今日點解個歌手你唔拉？唔好講究竟佢之後使唔使坐監，我而家淨係講有冇拘捕嘅行動先，立即拘捕啦，應該，因為喺表面嘅證供入邊係非常之充足喎。當一個女仔係上 Twitter 入邊，即係而家 X 啦，出咗個 post，其實個 post 喂，你真係我唔知當日個 post 可以有幾多人睇，但係我哋知道佢俾人拉咗之後，一定好多人睇啦。但係而家我講緊個歌手去發表呢個言論嘅時候，現場已經有幾萬人士，BBC 係做緊一個直播，係 cut 唔切，係而家直接睇咗呢個言論嘅人係完全你係計算唔到嘅。點解可以唔拉？當然，你如果純粹淨係話討論犯唔犯法嘅話，呢個你係要掉落去一個法庭去處理。但係而家英國政府嗰把尺就係擺到明歪咗一邊啊嘛，個感覺上邊，或者你過往嘅事例你都會睇得到係歪晒一邊啊嘛。當然啦，中間因為會牽涉非常之多嘅問題，究竟你話係咪真係我呢一條短片可以講得晒？當中你話涉及嗰啲即係受保護嘅小朋友嘅性侵案件啦，言論自由究竟同犯法中間可以點攞？因為呢把尺係永遠都拗唔完嘅，甚至乎點解我成日都話係咪好似曾相識？係咪好似人相識？喺我哋過往嘅地方都係用呢一招。點解政府要咁？好簡單直接，就係因為佢要你收聲咯。而家無論好似我而家錄緊音咁樣又好，你而家就算係 local 人士又好，你唔同國籍人士都好，喺自從有呢個案例之後，你仲敢唔敢出呢啲 post？或者你會唔出 post 之前，你會唔會去再三自己檢視下？你根本你就係 set 咗一條紅線俾自己。就算我今日要講呢啲説話嘅時候，點解要咁樣不停戴頭盔？當然可以話我哋喺英國呢個國家係有言論自由，但係其實無形中就係俾咗一條線你㗎啦。因為政府係會有機會因應某一啲言論，真係會拉咗人坐監，而某一啲宗教嘅人士都會因應你嘅言論而會去直接去攻擊你，係無論去投訴你個人又好，佢真係去你屋企燒車破壞你屋企都係會。所以如果去到呢個 moment，英國政府係唔係仲可以喺呢個歌手嘅處理上邊係當冇咗件事發生，或者純粹係做一個檢討？我哋要睇翻呢一件事，佢反而係譴責翻 BBC，仲唔去作一啲拘捕嘅行動呢？咁呢個係詫異嘅，即係點解可以咁呢？究竟呢個社會究竟中間係發生緊啲乜嘢事呢？所以呢，就最後去到呢個階段呢，都只可以講嘅就係唔係話冇分析過點解個政府會咁，但係因為如果再講落去呢，我諗講一個鐘都未講晒，因為呢個係牽涉緊究竟成個政府佢點解要咁做，佢個部署係點解會咁做。咁其實完全係離唔開選票或者某一啲人士嘅影響力，大家係可以去 search 翻究竟而家我哋嘅議會係某一啲宗教嘅人士係牽涉有幾多，同埋過往近幾年，如果你睇翻初生嬰兒嘅姓氏，其實種種數據政府係已經係掌握得非常一清二楚，所以佢哋今日嘅表態，佢哋今日嘅處理唔係無啦啦，唔係冇原因，所以就係
最後都要講翻嘅就係個現實而家係咁嘅，係唏噓嘅。但係唔係代表呢一件事發生咗就可能因為我都好明白大家有可能嚟到英國，當然有陣時係好想聽一啲英國好嘅嘢，未必想聽啲英國唔好嘅嘢。但係我呢個台嘅宗旨就係無論好同埋唔好我都想講，無論喺唔同嘅層面上邊都會想涉獵到，都會想講多啲。咁最後就都要戴個頭盔啦，並唔係話英國就成撇屎咁樣，某一啲國家就非常之好啊，或者定係某一啲宗教就非常之差，某一啲宗教非常之好，絕對唔係，只不過係以事論事，同埋討論翻呢一件事嘅事態發展。咁當然啦，呢件事嘅事態發展係如何去了結呢？因為而家都係發展中，同埋發酵得非常之大。只不過見呢個話題比較少人講。我都好想大家去聽多啲另類一啲嘅嘢，咁所以就今日就決定做呢個錄音啦。咁同埋今日因為我錄嘅時候就係星期一，咁就非常之熱啊。咁就希望大家都可以聽完之後唔好火上加油，即係希望大家嚇唔好再熱上加熱啦嚇。咁呢條片呢，就去到呢度，咁就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啦，同埋俾個 like 我，又或者大家都可以留言俾我，同我一齊討論下呢一件事啊！咁今日係咁先，下次見，拜拜。